在大众运输减少碳排，在行政院推动通勤月票，北中南三大生活圈，明仔载就会当去到主文的通路领到月票啊，也对7月初一开始使用。行政院表示讲，按算逐个月会有60万人，一年800万到1100万人受到帮助。台铁台北车站卖票窗口加开服务柜台，7月初开始，专用窗口会使卖通勤月票，也是加达。6月10号开始，超商有卖通路开始卖。行政院估计，三大生活区月票开始卖，每个月对60万通勤族有利。我去实习啊，可能就是一天就是要差不多120，但是如果就是我用了这个通勤月票的话，可能就只要一个月就是只要1200。应该不会，因为因为我本身不是这边的人，然后加上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习惯就是搭公车。以这个数字来讲，那么大概最多是达到了3折，一个月假设是这个4000元的交通费，会降到1200块。三大生活区月票首先实施，贵人台北新北桃园定价1200块，比即阵双北通勤的月票也较俗，包含台铁甲客运、台中中华南投、台中市民票价699，捷运台铁公车等公共运具拢有包含。南高屏定价是999，除了陆上的车辆，渡轮也加入去上多元。交通部讲，其他各区的方案会一一来审理，也协助完成票证的整合。后续还有9个县市现在已经跟我们工总也提出了申请我们也赶快来审查，也让他们如期上路。交通部讲，这摆三大生活区的通勤月票方案，除了会使使用原有票证的卡片，直接买以外，也使用100块买这摆特别设计 T-Pass 票证的卡片。票卡伫完成记名了后，会退回100块的票卡费。未来伫台铁甲各捷运站加指定的通路，拢会使加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